我叫成影翠 Debbie。2018年我去青海玉樹嘅時候，認識刺成樂部大師嘅合斯唐卡藝術，之後我就慢慢對呢門藝術產生咗興趣。2020年我正式拜入刺成樂部老師嘅門下，並且喺香港成立景泰藍合斯珐琅藝術嘅工作室，開始進行我嘅合斯珐琅藝術嘅創作，為慕名而嚟嘅學生擔任領路人。雖然我原本不太懂這一塊，然後我就覺得我可以試試看，所以就我是比較從小的開始，能做什麼就先做什麼的，慢慢的去做出來。